国际消息，咱要先来看，昨虽然是元旦，也毋过这罗西亚甲乌克兰煞互相跳出来指控，讲对方有攻击，尚无造成5个人死亡。这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讲，今年因会有100万架的无人机甲 F-16的战机来增加国防的实力。也那罗西亚的总统普京，伊对这个战争的部分是无特别讲啥，伊干那俄罗西亚的国军就是英雄。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1年10个月，这几天双方冲突搁升悬，持续到新年头一天。俄罗斯是讲，乌克兰军队攻击俄罗斯所控制的顿内茨克，至少造成4个人死亡。乌克兰的官员是讲，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展开新一轮的攻击，至少1个人死亡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看年暝新年致辞中就职讲，要伫2024对俄罗斯军队发起愤怒行动，毋过无提起目前前线作战的状况，也甲去年6月发动反攻了后的情势。伫泽伦斯基发表新年谈话较无72点钟前，莫斯科则拄啊对乌克兰城市发动修连帅飞弹甲无人机攻击，这是俄乌战争以来规模上界大的空袭之一，造成39个人死亡。Сильніше за цю війну. Бо ми такий народ. І такий народ надихає, ви бачите, надихає весь світ. І таку державу хочуть бачити у європейській родині. 今年3月，俄罗斯就要举行总统大选，总统普廷伫新年致辞中，敢顺续提起俄乌战争，佮俄国的士兵是英雄。监管嘛无讲到是毋是有几60万的俄罗斯士兵死亡还是受伤，佮较无讲到冲突已经拖到俄国西部边境的贝尔格罗德城市。 Хочу сегодня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нашим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м, ко всем, кто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боевом посту, на переднем крае борьбы за правду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. Вы наши герои, вместе с вами наши сердца. Мы гордимся вами, восхищаемся вашим мужеством. 泽伦斯基伫元旦谈话中表示，乌克兰的军火库今年会增加至少100万台无人机，也甲西方友邦所提供的 F-16战机。普廷是形容2024是甲顶年，甲去年普廷先后拢照是穿制服的军人，比起来实在差真济。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。